欢迎线上来到这个橘子的嘉年华的展前记者会。那这是第4次的橘子嘉年华哦。那过去3次其实每一次这个线上的展会的成绩都越来越好。那也显见这个用户们或是整个大家这个玩家们、观众们，就对于这个线上的这个展览的这种线上活动的参与度是越来越高哦。那在今年的暑假，我们的同上人数达到1.6万人，那触及的人数呢达到150万，都是新高。那也希望这一次暑期的嘉年华能够再创更棒的佳绩。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 G Studio， 那是橘子集团全新打造的一个全新的这个虚拟摄影棚。那我们在这里用虚实整合的技术制作这一次所有线上嘉年华的内容。那我们也排除了疫情对我们所造成的影响，那试图进行造成更大的这个内容来呈现给各位。这是一个数千万的投资哦。那投资金额其实还在增加当中。我们希望透过各种实际的应用，再补足各种需要的设备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企业体制以及这样的一个线上的时代来看，我们全力追求提供最好的硬体的投资，让各种创意内容、各种节目的制作能够得到没有限制，尽可能得到没有限制的发展跟发想。那会有什么其他应用？会的，其实我们在制作游戏是用得到的，一些 motion capture 我们是可以高度用得到的。我们一些线上的节目是用得到的，我们一些各种不管是在娱乐内容、新闻内容集团里面的游戏的内容的节目，通通都用得到。那用来跟海内外、国内的各种线上直播的合作，其实也用得到。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应用范围。所以它让橘子的跟用户的触及、接触的方式变得更加的灵活，跟高度的反应能力以及弹性。我想，从数字跟表现来看，下半年的获利跟营收，我态度是非常乐观的，好，是属于乐观的哈。那这个新的产品那个弹射还不错，用户玩家的反应还蛮热烈。然后一些我们原本长期经营的产品，像风之谷。像我们的这个 CS， 还有天堂 M 这些产品都有相当不错的表现。好，所以如果从这些数字来看，加上过往我们经营的习惯，下半年其实我是乐观的，我对这数字还是乐观的。台湾电竞选手绝对有机会啊，事实上超有机会的就是说一个运动哈或一个活动，我们先看它。周遭的环境对它有没有加分？这点台湾绝对是加分。台湾的数位化的能力、高密度的这种上线的这个环境，其实是绝对正面的。因为台湾的这个父母们其实本身就是跟着他的环境，就是跟着电玩一起长大的，所以他没有什么不会有那些误解在。不会有那些误解在，所以不管是从阻碍或推力上面来看，这个台湾的年轻人都没有这些障碍在。那环境提供了这些优势，那当然就有很大的机会，让很多年轻人想表现的地方，他有舞台，他可以有机会出头天啊。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，所以很正面。很正面，台湾的选手的机会很大，很大。